中国对咱台湾的军事威胁无停过，国防部暗示要甲一党义务役兵哥部分编组来乘做海外守备步兵单位。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讲，若属实编3、4千人的旅级单位哦，规基地训练强地，若属上过细，恐惊嘛无法度运作。国防部公布13到14早起6点为止，佮查到6架厝的强机，6只的强弹胶台。面对强军前门大号，台湾海空军派出机男应处，也相当消耗用油。传出到8月，军方已经欠中油40亿的油钱，毋过国防部否认。国军112年的油料预算总共编列了经费是71亿余元，那目前都依照合约支付油款。并没有媒体所谓的欠款的问题，油料预算支应的状况，如果在不足，国防部会申请管制预算以及第一预备金来支应。另外，为提升地面防卫战力，国军规划将1年期义务役士兵编加做海华守备兵单位。不过专家指出，若编做3、4千人旅级单位，在基地训练场地无够情形之下，恐惊真歹运作。我们其实就编成一些守备营，然后让他们在战时只要赋予他们戍守特定区域或者特定阵地的任务，黏住共军，然后呢限制共军的行动，这样子来替我们的常备部队创造打击机会。中国对印太地区威胁愈来愈增加，也有美国参议员经顾问道数媒体认为，美国应该向台湾做东沙岛做军事基地，确实捍卫南海也增强台湾的核阻力。岛屿租借的可能性相对是比较低的，岛屿防卫，台湾都具有相对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。我们可以把这一种视为台湾的筹码，类似是一种安全外交的一个总体的考量。学者表示，相关建议可行性真低，不过因看出国际朋友对中国继续军事扩张影响区域和平稳定的担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